多谢明兰，这个云林北港妈祖游景活动现场，人呢吵，场面有够闹热，淹过站的10点外发生意外的插客，有信众敢若是伫停车场呢，车烧下伫停车场就起冤家，佮兼烧拍。这个呢，警方接到消息了，随出动快拿部队赶到现场。 过来清白载查甫人伫停车场起卡动手，现场的人情绪愈来愈激动，也愈来愈多人。落尾警方到现场将人压制。云林北港对昨开始举办妈祖绕境的活动，所有绕境附近拢是信众，祈求会当得到妈祖的保庇，场面是真闹热。 也毋过活动开始了后的第2天，昨暝10点外就爆发着冲突。警方调查是伫这间病院停车场边啊，两台车敢若是发生移动，本地只是冤家。后来警署愈来愈激动，落尾竟然就拍起来。警方迅速到场并控制现场后，发现一名曾姓男子有迷醉闹事情事。 警方予以管束，带回驻地厘清。这摆举办妈祖绕境的活动，云林的警方早都有准备，直接就报案，是启动快打部队到现场，第一时间控制现场的状况，将涉案的查甫人带走，要调查清楚发生冲突的原因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